早安，您好。早安，安祖你好，安祖，安祖你好，安祖，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那里好玩吗？好玩啊。該位好爽麼？好爽，該位好爽麼？好爽。在那里，您可以看到南北一样的神在庙、主在堂。比該位你做的讓到南北部都窮樣嘅神在廟、主在堂。比該位你做的讓到南北部都窮樣嘅神在廟、主在堂。也可以看到南北不一样的竹制门簾哦。也做的讓到冇窮樣嘅竹制門簾哦。也做的讓到冇窮樣嘅竹制門簾哦。还有很多特色。那要怎么去呢？還有異島特色，該安陽板橋，還有異島特色。該安陽板橋。请搭自强号到屏东火车站，接着转搭台湾好行。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接點攀查台灣好行。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接點攀查台灣好行，就可以抵达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就做得去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就做得去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。好的，請問下一班車是幾點呢？请搭乘7點21分那班自強號。好，請問下一車票係幾多點呢？請坐7點21分改變自強號。好，請問下一車票係幾多點呢？請坐7點21分改變自強號。請問還有座位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請問還有座位嗎？我愛買一張全票。請問還有座位嗎？我愛買一張全票。现在只剩下站票，预估21分钟就会到屏东车站。兩下長春期票，大約按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站。兩下長春期票，大約按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站。沒關係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冇關係，我愛買一張車票。冇關係，我愛買一張車票。好的，往屏東的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好，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好，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這是100元，請問在第幾月台上車？你係100個元，請問在第幾月台上車？你係100個元，請問在第幾月台上車？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提醒您，以後可以先在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提醒你，下擺做得先喺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提醒你，下擺做得先喺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太好了，請問取票時要帶什麼證件呢？很好哦，請問退票該下會帶乜嘢證件呢？很好哦，請問退票該下會帶乜嘢證件呢？帶您的證件或護照以及訂票成功的電腦代碼就可以取票。帶您嘅證件也係護照，還有訂票成功嘅電腦代碼就做得退票咧。帶您嘅證件也係護照，還有訂票成功嘅電腦代碼就做得退票咧。我知道了。這裡是您的火車票，往屏東站的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我知咧，這係你嘅火車票，去屏東站嘅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我知咧，這係你嘅火車票，去屏東站嘅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收您100元，找您52元。好，謝謝。收你100個元，找52元。好，是麼？收你100個元，找52元。好，是麼？